大笨鐘、西敏寺、下議院、西敏宮、上議院等好多著名嘅名，都係位於同一區內。西敏區唔只係倫敦嘅一個區，更係英國嘅行政機關同政府嘅所在地。唐納羅比諾係一位倫敦專家，今日佢係一位犯罪歷史學家，知道倫敦唔少嘅秘密。退休之前一直喺西敏區做警察，知道區內不為人知嘅秘密。7世紀之前，區內完全冇建築物。呢區本來淨係有濕地、野鳥、野生動物等等。後來區內起咗一棟小教堂，當時嘅安格魯薩克遜人叫教堂做 Minster， 而由於教堂位於城西，於是就叫做 Westminster， 意思就係位於西面嘅教堂。後來 Westminster 就成為咗呢區嘅名稱。喺大笨鐘後係西敏寺嘅白牆，多個世紀以嚟，英國嘅國王女王都係喺呢度加冕。上面近中間嘅位置係馬丁路德金，另外係被納粹黨所殺嘅迪特里希潘霍華。呢啲男女都係嚟自唔同國家、唔同信仰嘅人，佢哋全被視為20世紀嘅烈士。為咗向呢啲男女致敬，就將佢哋嘅雕像加入本來冇雕像嘅壁龕。16世紀天主教時期，壁龕裏邊係有雕像，但係隨住英國成為新教國家，呢啲雕像就被打碎。前面嘅係聖瑪加利大堂。幾世紀前，當英國仲係共和國，由奧利弗·克倫威爾統治嗰陣，好多嘅共和黨黨員就係葬喺呢度。當英國回復君主政制之後，所有共和黨黨員嘅骸骨就被掘出，抌喺我身後嘅教堂外一個坑裏面。奧利弗·克倫威爾本人就喺絞刑台上被絞死，佢嘅頭被釘喺西敏宮頂。據講一直過咗25年，直到一場風暴將人頭吹落嚟，一名軍人執起人頭，人頭幾年之後成為露天市集嘅展品。由嗰陣開始，人頭嘅歷史就為人熟悉。到咗60年代，人頭重新葬喺奧利弗曾經就讀嘅雪梨蘇塞克斯學院。喺我身後面嘅係國會大廈，國會大廈建於19世紀中。隔離本來有棟中世紀皇宮，皇宮裏邊有一棟小教堂，係以前天主教小教堂，叫做聖士提反堂。自從英國由16世紀起成為新教國家之後，小教堂就一直空置。當時英國國王就將教堂撥咗國會舉辦辯論，由1547年到1834年10月嘅國會辯論都喺聖士提反堂內進行。後來教堂喺一夜間燒成白地，即係剩翻西敏宮。由11世紀一直屹立到而家。當局曾經為國會大廈嘅建築設計舉行過一啲比賽，而勝出者就係叫做奧古斯塔斯普金，呢個就係佢嘅最後設計。大笨鐘係國會大廈裏邊鐘樓嘅俗稱，但係大笨指嘅其實係鐘樓裏邊主要嘅鐘。大笨鐘重13噸半。個名嘅由來有兩種講法。第一種認為大鐘係以首位喺國會大廈做嘢嘅大臣命名，
由於佢體型肥胖，因而有大笨之稱。另一種講法認為，大笨係住喺區內一位拳手嘅名。佢係當年嘅赤拳拳手，曾經喺一場拳賽中同對手大戰64個回合，又喺另一場比賽中同對手交鋒92個回合。大笨將分針嘅長度相等於倫敦雙層巴士嘅高度。但係西敏區有嘅唔止係遊客觀光熱點，大笨鐘相連嘅係國會大廈，英國嘅立法機關。未經許可，民眾唔可以喺度示威抗議。